现在我给大家做这个电解配镀金，也就是电解提金，这是个镀金料。这是这个咱想配的电解液的这些个试剂，这都是咱配好的。咱那个具体配方，咱资料里都有，回去你们都能看到，很便宜，几块钱一斤。电解液这个咱现在这是水，我们往里倒水，这个水是25度的水，这个刚开始的初始温度就让它保持在25度。以后就不需要这个温度了，它自身就有点温度了。这现在我们倒在里面，这个电解液配完了以后是反复利用的啊。也是吧。水倒上以后就开始搅拌。这个如果是量大，你就用大桶去做；量小就用小桶去做。这个容器是根据量大量小来做的。今天咱这个镀金料比较少啊，咱用这个小桶做就行了。如果是量大的话，咱用这个桶也可以。这是那个钢板，插上以后。镀金料料上，咱们插上地通电就可以了。如果量大，就这样去做；如果量很小的话，就用更小的容器去做。从这个烧杯里也可以做。我这样说话您听懂吗？听不懂吧，你就问一下。搅拌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试剂都要它化开。这个试剂它一般是无毒无味的，它也不伤手。但是呀，还是不要用手去摸它，它总体来说是化学试剂。看这个。好了，都化开了，咱们直接就从这里电解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我们这只是简易的啊。加在这上面，那这个镀金料，咱就装在这里面。我称一下。如果多了用大的碗丢，少了用小碗。咱们这套设备里都带着，有网兜啊，什么都带着。好，如果你有别的料的话，比方说有什么冲压边角料啊，你可以做个不锈钢框。不锈钢框嘛，尽量的做的让它扁一点，不要太厚了。那这个电极啊，直接接在不锈钢框一个边上就可以了，那样做是比较好的，比较快。如果你想更快，那个你两边也可以再加上一个不锈钢板。如果有那个不锈钢框的话，你就不要加了，它是四面都导电的，它四面同时都电解。咱们这个只是一面冲它电解，所以说，这现在还摸不过来。行，现在水少点，我们就这样吧，一会儿咱就倒一倒它就行了。距离7、8公分。那个板还要吊上吗？不用，这样都行了。这个应该是这个网兜啊也要吊起来的，因为现在这个咱没有配那么多试剂，因为料太少了。它应该是悬浮的。它应该是悬浮的，所以说再加点水。这个液体都是反复利用的。然后这个镀金料它是正极啊，这个要接正极的。
插这个网子怎么给它？就是那个孔，应该是那个孔，插在上面，一定要接触好，这个正极要接触不好，它就不行。接触好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接上电源。这是接正极，你在那儿照就行。钢板接负极，这个电源是我们经过改装特制的专用的电解电源，不要随便弄个电源就去电解，容易它这个打火。现在就可以了，调的那个电压是4.1伏。4.1伏就可以了。主要是这个负极一定要接触好，这个正极和这个镀金料一定要接触好。如果接触不好，它这个电流不行，电流不稳定。现在就看在里边在放电，距离一定要调好。这里是4点，现在是4.1伏啊，差不多就行。这个需要多久？10分钟，你看看10分钟，我们就要翻它一下，看这表就行了。其实这个它现在应该关掉了，现在不用看它了。待会儿看不完了，待会儿再直接再接着续。一会儿就一下照。这录10分钟，也就是中间也没有什么。没有什么事。对，动态的，它只是就是一直定了这个地格类的时间，其实对人家浪费时间。就说怎么开始结束，每个步骤开始之前录一下，把这个过程录完就可以了。现在可以，现在已经电解完了，现在咱们把它都拿出来。然后从水里涮一下，一定要涮干净啊。好了，这就这个水。这上面沾的都是金粉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你看这黄色都是，要刷下去。如果量多的话，这上面能沾上一层全是金皮，你要是一接都接下来，或者是用刀刮下来都可以。这边也有，两边都有，看没有？很多了。这个电解液，如果下次再继续再利用的话，就不要往里冲水，也不要去提筋，直接再浇上料，直接再电解就行了。因为咱这一次吧是想做出个结果来，所以咱就直接冲上水，直接把筋拿出来。这个电解液，也能用，但是要再添加1半的那个试剂就可以了。
它这个冲洗水和这个水都要倒在一起，都要倒在里面，要冲干净。这个水。这样可以了。要想沉淀的快，就说你这个时间吧，你就不加熏凝剂，你要沉淀一晚上，沉淀时间很长。要想沉淀的快，我们就加熏凝剂。熏凝剂加多少？这个熏凝剂就是1000毫升里加1毫升，现在是2200，我们就加2.2毫升。这个不能加多了，加多了它炼金的时候是很麻烦的。这样开始搅拌。一般的都要插上搅拌机搅拌还好一点。它这个加入熏凝剂以后需要多长时间？这个很快，按道理说1半个小时就可以。半个小时。但是你沉淀的时间越长，回收会越高。完了以后，这个水应该是白色的。看这现在你都能看到它刷刷的沉淀了，但这里面也不一定都是金。它这个电解液电解时候，它有一些杂质啊，它也有一些个这个和这个试剂吃饭。这样我们再搅拌，应该搅拌是10分钟。要插上搅拌机的话。这样子好了，咱就等它一会儿就行了。这个做这个镀金的话，你要是这个料比较大的，比较碎的，就用这个网兜，最好用这个用这个不锈钢网子，撂到不锈钢网里，然后再放在里面，那样是最好的。如果是料挺大的话，就不要用这个网兜了，直接放在水里，直接接上这个电就可以了。行，这个咱沉淀上半个小时。现在这个已经沉淀好了，我们把上面的这个电解液就倒出来。大约沉淀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倒的越干越好，只要筋倒不出来，越干越好。这个电解液是碱性的，所以它基本上是排掉它是没有污染的。然后我们再冲到这个小的杯子里。这个
看着不烧，实际上烧完了就没有多少。你的筋它很重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冲干净，不要让它闪在后面。好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水，然后再倒点水。倒点热水、温水啊，温水冲的干净，因为夏天里就不用温水了，冬天里最好用点温水。还要过滤这个是吧？不要过滤，沉淀了就行，它沉淀一遍。它里面因为这个液体是碱性的，让它沉淀一下就行了。这个吧，连续冲洗2遍。现在已经冲洗，这是第2次了，再倒掉，冲洗2到3次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飞水了。好，闪在这一点，然后我们用硝酸洗一下。里面再有什么杂质啊、硝酸啊，都能给煮掉了。因为这个镀金件啊，它也挺脏的，有时候咱也不洗，你弄里面肯定有很多杂质。硝酸也是还是40%就可以了。想快的话就加点温。这个硝酸挺翘的。哎，那个小电炉啊，真空泵啊，小电炉。小电炉是吧？哎，小电炉。这个加温加到多少？1微沸就可以了。1微沸就可以。哎，现在已经煮好了。哎。这个把上面的水倒掉，再冲洗2遍就可以了。要咱们做一次就捞个20-30斤，你有5斤板子就可以做，是吧？1斤板子出有点。再沉淀一会儿。2个水，那就可以能做一次。你看你进的多少。用点温水。如果硝酸煮后觉得纯度还达不到的话，就配点溶筋液，溶筋液把这个筋再重新化掉，然后再加沉筋粉，再做一下提纯就可以了。如果觉得纯度可以的话，就不用那样去做了。比如说料挺杂的话，挺碎，里面杂质挺多的话，最好去再提一下纯。好，这就是进来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过滤出来。它这个纸叠好。放在立斗里。
用水打湿，然后让它再冲进去。这个吧，看样子不是太纯，如果觉得不太纯的话，以后再提纯一下就行。你把这个理解呗。啊，这里面就是精品了。希望是。对，这个锤炼以后可以吸一下。那个里面已经没有酸了。这没有酸了，这已经这个什么了，已经用水稀释了，再冲洗两遍它就没事了。但是一定要冲洗干了，一定要里面没有酸了，就用清水冲上2次，然后把水再倒掉。要是有酸的话，里面酸多，一会儿一炼金，这个金的温度能达到1200度，它容易酸性大的话，它也能把金给化掉，给氧化掉。所以说，一定要冲洗的没有酸了。咱从12点半多就开始电解的。有的时候快，这个快，电解的1个小时的。10分钟啊？电解的速度的快慢，它是根据这个镀金层来说的啊。镀金层有的镀金很薄的话，可能是几分钟就电解完；有的镀金层很好的话，也可能有电解2个小时的，也可能电解，反正从10分钟到30分钟，大多数都是。还是希望时间越长越好。时间越长，它就是说，透晶越多，它这个镀金层越厚。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那个温度计呢，不是。行了，现在我们一会儿就拿到那边去炼去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在炼金，炼之前这个一定要在炉上把它烘干。现在我们已经烘过了，烘干了啊，再撒上点硼砂，然后捏在一起。碗里，然后在上面再盖上一点硼砂。打火机。开始炼的话，这个火不要压力不要太大，太大了容易把这个金粉给吹飞。等到里面这个看着把那个金粉能吹成渣了，吹成一个小凝固的一个渣了，然后再加大火力。开始的时候要加点这个硼砂。这个硼砂是去杂、提纯、防氧化的。
要烧好了。翻过来，来。